金刚萨埵观想。第一，自己的头上观想有一个红，这个红是非常发亮的。第二，这个红是变成一个金刚萨埵，这个金刚萨埵是非常发亮的，好像雪山上面1000个太阳出来的光。第三，金刚萨埵加持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身体里面业障都清净，还是下面的三恶道的业障也是清净。三恶道是地狱、恶鬼和畜生。开始我们要念百字明咒的时候，金刚萨埵加持自己的身体。好，我们要念百字明咒。Om Benjara Sato Samaya Manupalaya Benjara Sato Tino Patitrandro Mebawa Sato Kayo Mebawa Sapo Kayo Mebawa Anarato Mebawa Sarva Sudu Mitrayata Sarva karma sutra me jurtam hyurayam kuru hong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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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 banga ven sarva tathagata benjara mame muncha benjara bhava maha samaya sato。第四，金刚萨埵加持了过后，自己的身体是好像一个包里里面倒了奶子一样，白白的。第五，金刚萨埵进入自己的身体，自己和金刚萨埵没有分别，无二无别。自己就是金刚萨埵。第六，自己的身体里面发出来5种颜色的光，5种颜色的光是黄、红、蓝、青、白，供养所有的佛菩萨。第七，所有的佛菩萨加持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身体是非常发亮的。第八，自己的身体里面发出来5种颜色的光。第九，所有的众生都变成金刚萨埵，所有的金刚萨埵跟我们一起念金刚萨埵的心咒。Om Benjara Sato Hong Benjara Sato Hong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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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njara Sato Hong Benjara Sato Hong。第十，所有的金刚萨埵进入自己的身体，自己就是变成一个 Om Benjara Sato Hong。Om 进入巴扎，
曼扎进入萨，萨进入多，多进入红，红进入南达，南达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看不清的时候，我们要修大圆满的前行。大圆满的前行是开行、空行、智慧和慈悲行，这是个没有分别的，这个就是佛行。佛行就是大圆满。好，开始我们要修大圆满的前行。我们大家开眼睛，不用看前面的东西，我们要看中间的空位里面，开开心心，亮亮的，这个就是如来藏。如来藏是大圆满。第11，如果我们不会修空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头上观想有一个金刚。第12，自己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有慈悲的一个金刚萨埵。今天我们念经打坐学佛，这个回向给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跟我们希望一起成佛。Kewan doye nyorto da dorjin semban rumjurani rowa chichon malu pati salangon parasho 功德圆满，吉祥如意。